我哋都係山入邊嘅人，後嚟我哋先慢慢嚟到城市咧去打拼。咁咧今日咧，我又嚟到山入邊帶大家睇一套自建別墅。呢個別墅咧，見嘛咁大嘅花園，其實只係佢其中一部分。Hello， 大明又帶大家睇中山嘅靚別墅啦。咁呢個咧就係中山三鄉全龍村嘅別墅。佔地係1畝嘅，實用咧，個建築實用咧就係呢個咯。佢係去到400幾方嘅，可以做到7個房間。咁咧有好多香港朋友咧一直都要大明去幫佢揾嗰啲佔地接近1畝嘅別墅。咁大明咧就大家揾到啦。但係咧如果係佔地接近1畝嗰種別墅啊，佢嘅物業費係非常之高嘅。但係咧呢種別墅咧係無需物業費嘅，因為佢係當地人嗰種自己起嘅屋叫做自建別墅。所以話自建別墅有一個好處就係唔需要交公屋嘅管理費。有好多人話買靚別墅咧買得起，連物業費你交唔起，咁呢啲就唔使擔心咯。點啊？我哋喺呢個前邊嗰個花園走入嚟咧，呢度先係佢嘅。呢個豪宅個門口啦，所以睇身都幾闊落啊！所以喺呢個屋企咧，你完全係可以好放鬆咁去跑步啊！但係咧，當然呢個屋咧就已經搬空咗噶啦，佢而家咧就開價係400萬左右，但係當然睇啱係可以傾嘅，咁咧呢個村嗰啲環境其實唔比小區差噶，容積率都非常之 OK 嘅，係喺山邊嘅，所以話頭先我同大家講，我帶大家入山呢度睇一度自建別墅。咁咧三鄉咧佢有好多村落嘅，有屏東啦，有全龍啦，有阿江啊，有雍麥啦。咁呢個就屬於全龍村。全龍村係咁多個村落當中最靠近珠海噶啦。咁帶大家睇下呢啲小區，睇下呢套屋嘅花園。呢度都仲有嘅。從前邊行到呢邊，見到呢啲嗎？呢度啲個村係幾乾淨噶。如果有啲香港朋友咧想要大面積又唔想交別墅嘅管理費嘅嗰種需求嘅，就可以揾呢種別墅咯。咁咧，佢呢個業主咧就已經搬去其他地方住啦。但係咧，我覺得呢個樓嘅最主要賣點就係花園咧好闊好正。咁入邊咧，大家睇入到1樓睇下啦。佢呢個係挑空嘅大廳嘅。咁咧，因為小區咧就係有3層6個房咧。其實咧我就冇大家上去睇啦，因為別墅太多啦，拍唔完，揸緊時間同大家講解完。佔地1畝，建築面積去到400幾方，有7個房間。花園咧都有400幾方。咁我就帶大家睇下呢個自建別墅出邊，哇，係好大下噶啦。佢停車好方便嘅。呢啲地方咧，你要揸車入嚟呢度停得幾多台車啊？停個10台車都冇問題啊！呢度可以停車，係咪先？所以話停車非常之方便有自己嘅停車場，亦有自己嘅花園。咁買翻嚟咧，你可以改造成你中意嘅樣子啦，好嘛？如果想翻嚟中山或者珠海揾別墅嘅，歡迎同大明交流想添加大明嘅聯繫方式嘅，可以加 WeChat 或者 WhatsApp 我哋講出你哋嘅需求，你哋講出你哋嘅需求，大明帶你哋睇樓。好，呢期到呢度 ，see you。